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是要开始真早起的礼拜，咱会当准备心默祷。耶和华一水会架脚伫你的步边，一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所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带咱敬拜。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我们用我们的诗歌一同来赞美。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
妙恩典。我们从头抬头望，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祥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圣经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呼求。我来到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我们从头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神来祷告说，我们能够在基督当中成为新造的人。我来到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若
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全是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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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我来到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持续站立。咱只是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咱一声来读新的改变。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一篇。咱三甲启用，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无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即是三甲来祈祷。大权能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健康，有克服，搁一届伫你的面前自责敬拜。也领受对你来的供养，阮大声要认阮的罪，求主赦免阮的骄傲，阮的不义，阮有软弱，求主帮助，帮助阮也用基督的心做心，用上帝国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代志。阮恳求圣神运行伫
教会，家庭教会有听有好好有合一。阮的社区班各团契小组的聚会，甲所要进行的事工甲训练，求主赐福阮服侍的同工甲老师有够额的气力甲宽容，坚固因手所做的工。阮继续为着做阮所想到的兄弟的病痛甲软弱，恳求主的怜悯甲医治，引带因行过流目屎的山谷。你的话真做因心内即时的安慰。阮有兄弟工作经济有压力，劳苦背重重，恳求主赏赐因够额的稳定、智慧甲气力来克服困难。你的话真做因心内的力量。阮也为着即块土地，求主你的灵运行伫各行各业，通照主的业理来运行，互压迫、欺骗甲不法的事得到归正。求主赏赐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有公义甲疼土地的心，也帮助各会议员，通真正为着即块土地甲百姓的利益来赌博。阮为着中国的教会，求你掌权，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也帮助因的政府行公义、心存怜悯，互因的百姓通平安敬虔过日，也互用诚实甲四周围的国家和平徛起。感谢你今早起搁一届引带蔡长老照着伊来投放你的启示，恳求圣神做感动的工，互阮的心受提醒，体会你的心意，领受气力。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只是要请圣乐队来赞美，拄着试炼在的为你真艰苦。你说你的温柔，大好。
感谢生活队真水的歌声来带咱来学乐。这是咱来看今早起的经节是路加福音15章25节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15章25节到32节，由我来读。迄时，伊的大囝伫园里倒来要到厝，听起做乐甲跳舞的声，就叫一个奴仆来，问伊伫啥代。伊甲伊讲：恁小弟来啦，恁老爸因为得到伊好好倒来，所以杀迄只肥的牛仔。大囝受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劝伊。伊应伊的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遐侪年，拢袂捌违逆你的命令，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通甲我的朋友相甲欢喜。总是你即个囝交配的娼妓，已经破坏你的业。一个倒来，你就为着伊杀肥的牛仔。”老爸就甲伊讲：“囝，你常常甲我伫地，凡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个我，失落有个得着，咱应该着欢喜快乐。”我再用华语再读一次哈。路加福音15章25节到32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以上咱就是请蔡长乐为咱正道，伊的题目是走出律法的墙，拥抱恩典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心中充满着感激，心门中充满着感谢。求你的恩典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打破律法的墙，来拥抱神你的恩典，让你恩典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那边的姊妹平安。那今日特别甲节人平安，因为我看到彩云节。特别到伫这个所在，那个彩云节平安，彩云节平安。我们也跟已经来了几个礼拜的我们法国的我们的姐妹贝雅平安。我讲过讲华语听得懂哦，我讲台语你敢听哦？那我就尽量讲华语。上个礼拜我们讲说小儿子回家。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几年来我身心备受煎熬。你们觉得说怎么可能？你好像一帆风顺，其实我的身心备受煎熬。我几乎跟记者完全断了联络，甚至电话都改，总统都联络不到我，任何人都联络不到我。他们讲的电话，真的要跟我联络，都奇怪，你的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那只有一支电话可以打到我太太那里，但是我太太也不会接。有时候跟我讲，那个一直打，一直打。因为我觉得我身心备受煎熬，但是
只要我踏入教会的这一刻，刚好这几年都在中原教会，我心中就觉得说，哎，有一种释放的感觉，重担放给上帝。我将我的困难，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重担，我所有的感觉不甘愿，我所有的艰苦，都一起给上帝。所以到上帝的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相对的，我们经常自己防了一道墙。各位注意哈，不是走出律法哦。是走，约瑟是成全，来自成全律法哦。我是走出律法的墙，就律法是上帝所制定，本来是好的，是爱神爱人，充满恩典。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这些权威的人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拉比，一直筑一道墙，一道接着一道，一道接着一道，一道接着一道，让我们隔绝了我们的恩典跟爱。所以，我们是走出律法的墙，反正是拥抱律法，拥抱恩典的爱。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就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实际上发生，但是让人觉得也有一点不舍跟难过的故事，就是在一个著名的贵族学校里面，有一个叫文豪的学生，他功课非常的好，上帝就第一名。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的眼镜又忘了戴。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小字，我其实都看不清楚。所以你们要打瞌睡可以睡觉，因为我其实看不到你们的脸，但是我可以稍微看得到。所以字比较大一点的我看得到，小的我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文耀里面，他功课一直很好，连续3年级都保持全校第一名。为什么？他非常的认真，他非常的认真。甚至有一次放假的时候，学生他们都回去了，他居然留在学校。为什么？他要念书，他不能有第2名。他一直，所以社监就来问他说：“啊，大家都回去，大家都对啊，你搁在家里读册，讲袂使。我一定该保持第1名，因为我如果第2名的话，我爸爸就不会爱我。我要功课很好，我爸爸才会爱我。”就那个社监笑一笑，就拿出一封信来。你爸爸写给你一封信，他写怎么讲？他说：“你本身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他写的一封信是因为你是我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第1名。我听说你连圣诞节、你连放假你都没有回家，但是不要忘记，我永远希望你回家。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第1名，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疼你是因为你是我囝。就像那个小儿子回家，父亲这么高兴。不是说他做坏事，他父亲很高兴，而是因为他回家，他父亲很高兴。你觉得大儿子回家，他父亲高兴吗？也是很高兴。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每天我都回家，你怎么没有对我这么优待？突然，那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从外国回来，哇，你就赶快找他去那个餐厅吃饭。不平，我在家里，你连请我吃一顿饭都没有。人家从瑞典回来一次，你就立刻请他去吃大餐。你是高兴啊，其实是全家的高兴。所以相对的，他一直在跟他讲说，不是因为你是第1名，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家里已经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热汤在等着你。他听了掉眼泪，他突然发现到说，真的爱的不是因为你是循规蹈矩的人，而是你是他的儿子。所以文道看到这封信以后，他感觉到，他虽然肉体还在学校，可他的心无形之中就被那一道无形的墙把他束缚了。我们认为应该这个样子，应该这个样子，爸爸才会爱我。可是其实爸爸爱你没有条件，主耶稣爱你没有条件，神爱你没有条件。所以请你跟隔壁的人讲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没有任何条件哦。耶稣爱你不是因为你的奉献比较多，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就会得到耶稣比较大的宠爱。没有，奉献是心甘情愿。最近台中的一个叫做什么满族教会，哇，闹得轰轰烈烈。牧师每次在讲道，一定讲1/10的奉献。你奉献越多，而且他讲的是金钱的奉献哈。我讲的奉献是你来唱圣歌，对，就是奉献。可他讲的是金钱的奉献，你金钱的奉献越多，上帝的祝福越大，哇！就信徒拼命的做金钱的奉献，就才发现到牧师光他的薪水，他的家族
一年就500万，就还有1000万窟窿不明的。所以，我想应该迟早吧，我能够讲到多久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会请牧师来。当你们聘请牧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注意一点：如果牧师讲到只叫你们一面的奉献，一面的奉献，奉献是心甘乐意的。你们叫你一面的奉献，一面的都一定要社会的权贵来，一定要社会地位很好的来，这个教会你不要去了。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去的都是那种贫民区，都是那种贩夫走卒，弄起一个上基层的人，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最后的要求的奉献，只有一个小孩子拿个5饼2鱼。因为主耶稣讲奉献，就业在讲奉献，主耶稣跟我们讲奉献要心甘乐意。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哈，我希望你们找你更多的亲戚朋友来，然后他就会说，你们来这边听讲道都还要缴钱。我们不是缴钱哈，你来不方便你就不要奉献，因为奉献不是做礼拜的目的，做礼拜的目的是亲近上帝。跟神在一起，你不要想说互相比赛啊，谁奉献比较多，谁奉献比较少，就不要有这种比啊，谁社会比较高，谁赚的比较多的钱。听说最近这个股市赚很多钱，最近也有人说赔了很多钱，尤其韩国，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能不亲近神？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特别强调说，我们是在追求那种打卡式的完美。上帝啊，我来做礼拜了呢。上帝，你有看到哈？我有来做礼拜哦。所以刚才我跟欧长老就在分享说，其实我很希望我们赶快聘请一个牧师过来。如果那个牧师来4次讲台，这个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跟吉安说真的，我们年纪也大了，我们生意能够用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打卡式的。今天这个牧师，下个礼拜这个牧师，下个礼拜这是谁来？啊，我来做礼拜就是这样坐着，好像在打卡一样做完礼拜。我们做个礼拜是亲近上帝，跟神连接在一起。每一次来，我们都知道跟神更加的紧密在一起。你们做礼拜，你们发觉到上帝跟你同在，耶稣就是在我们中间，圣灵充满着你，有没有？阿们。你们要做礼拜，就是一个很高兴，一个很喜悦。就像今天我看到那个彩姐这样推进来，啊，我觉得感谢主啊！当初第一次在医院看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虽然降下来，可是还是后面不行。那第二次看到彩姐的时候，彩姐还会眼睛看着我，我在看这边看这边。虽然她不讲话，可是还会跟我在打招呼。可第三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又看到彩姐又在被关死，看她好不舍，我又离开了。她就是我的姐妹啊，我就是看到她我就很喜欢啊。她是我的家人呐，她是我们中兴教会，我们神在地上天国的一份子啊，每个都一样啊。就像我为什么特别讲贝尔，他从法国来做礼拜了呢？你们谁有比他法国更远来做礼拜？贝尔从法国来，你看，贝雅啊，贝雅，那我已经有老年痴呆症了，所以我讲话不清楚，没关系。好，贝雅，我问了老半天哦，贝雅，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哎。你看上个礼拜有人吹萨风哎，很浪漫哎。那以后我知道他追女朋友都会专门吹萨风哎吼，不晓得谁吼，我没有讲是谁哦，我没有讲是谁哈，你自己想知道就好。每一个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非常的高兴。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呢。所以我们就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他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就充满着快乐。那种不愉快的，我们都抛诸在。然后你会不会？会，这个礼拜还是会有烦恼。我这个礼拜经常被问最多的，最近被问最多的是：你切31药以后，8药你又要做什么？你要继续在公家部门吗？还是你跳到？所以有一些民间的就会开始说：哎，蔡某某啊，你是不是8要到我们公司来，还是怎么样啊？做一些法律顾问，还是怎么？然后有人说、不要了，还是留在这种机关给你休息一下好了。我说我还没有带我太太去环游世界，所以我太太现在赶快眼前要去手术完之后可以环游世界。其实我很亏欠我太太，
我当了50年公务员，刚好我是民国65年8月1号当公务员，所以到115年的7月31号刚好满50年。我想在中华民国这个很少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哦，这50担的公务人员少之又少，所以我说也给我休息一下，可以了吧？最起码我可以学一下那个吉安丢勒，每天连在浴室洗澡也在看圣经。哎，那个不晓得圣经被淋湿了没有？哎，听说洗澡也在看圣经呢，所以你的圣经应该都被淋湿了才对。但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看大儿子，我们要走出律法的墙啊，不是走出律法，约时代是成全律法呢。但是我们要走出律法的墙，因为我们无形之中加了很多道的律法。你有没有被律法的墙堵到？也就是那种既定的程式、既定的模式。我们想想看，你说律法的墙好了，摩西的律法里面，妥拉里面有613条，其中更好玩的是什么？365条是说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负面的。一年刚好365天。613条里面有365条叫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甚至塔木德里面再把它规划的再细一点，细到什么地步？如果你安息日你要走路，只能够2000左，2000左大概多少？大概965公尺，大概将近1公里啊，连走路都能将近1公里。然后呢，在公众场所里面，你只能够20左大概多少？2公尺，所以他们会画一个圆圈，也就是说你在公众场所里面要祷告，跟人家交谈，就在这个圆圈里面。我们圣经里面看到耶稣肚子饿，这个门徒去掐麦穗，他不行啊，为什么？掐麦穗是做工啊，所以这个牛羊掉到那个山沟里面去，也是快死掉，能不能医？不能等到第2天再把它去抓起来，第2天就死掉了。你的生病能不能去看医生啊？不行因为安息日全部都要。上帝有这样讲吗？上帝在特别时期有规定一些特别律法，尤其在摩西的律法，在西奈山上跟人这些律法是他们遵守。可是它的重点在哪边？它真理在让人能够爱神爱人。所以主耶稣来，我们刚才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特别讲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就是什么？你要彼此相爱啊！如果没有彼此相爱，没有恩典的爱，这种律法的墙只是阻挡你跟神的和好。这个律法的墙就是让你跟上帝开始隔断了。你跟人之间也一样啊。我们经常有一些律法的墙，尤其最明显是什么？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戴着一个假面具，假面具在，那是一道墙啊。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记住啊，谈恋爱都会戴着假面具啊！你要看他面具后面是什么，不要被骗哈。看到没有？尤其我刚才问建辉说男朋友有没有来，建辉还跟我说没有带男朋友来。不要戴着假面具。那等假面具等一结婚，假面具一拿开以后才说：哎呦，你嫁到这个翁啦，嫁到娶这个某，谁没有缺点呐？我太太最近优点最多的是什么？我太太最近去学那个咱的批注这叫做撸那个底尾，卤那个猪尾巴跟那个地头皮我现在觉得每天吃完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享受。那我太太说你吃不腻，我说我还是吃不腻。你给我再吃到80岁、90岁、100，我不可能活那么久了，我是吃不腻呀。我们因为被律法相挡到了，因为我们常常今天都守规矩啊。到教会来里面就不能讲话，静静坐着，也不能跟人家打招呼。到上面在教会里面就静静坐着，也不能站到讲台上面来。我们的规矩有很多，我看到十字架里面要去拜一下。圣经里面有这样教导吗？所以我在总会里面，其实我大概是台湾基督教会总会里面进出总会最多的人。待的最多，尤其在信仰委员会待的最久的人，因为我经常到最后都会跟他们讲，因为有7个牧师、7个教授，我都跟他讲说，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你们不要用人为的意思讲了老半天，圣经怎么讲嘛？我们不要自己筑一道墙，这一道墙以后就让你失掉什么？失掉信仰的喜乐
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自由。信基督教哦，好不自由哎！各位记住，因为你的恩典让你有律法的义，不是因为你有守律法而得到恩典。我再强调一次，因为你有得救，有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在所作所为里面，就是在遵守律法的义。律法叫你爱神爱人，如果你有得到恩典的人，你很自然流露出来就是这种心啊，而不是说我在全守律法，这样我就可以得救。所以就是讲的，保罗先讲的很简单，因信称义嘛。哎呦，这个廉价的恩典，恩典不廉价，非常的宝贵。但是如果你有恩典的人，你自然出来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相对的，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一点是什么？你有吗？你是被那种形式上的恩典所卡住？你来上圣歌队，来上圣歌队的人哦，一定要全部一定要戴眼镜，要笑脸，所以就丢了6戴眼镜嘛，你也在参加圣歌队。圣歌队规定一定要戴眼镜吗？今仔日哦，那洪主席等听我的话，洪主席今仔有请一个香奈儿，我说叫他圣歌队外面套香奈儿，他都不要。我说那就说不要穿圣歌队，我哪找你请香奈儿？可这个没这个。我们互相是在开玩笑而已，但是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只有规定你对上帝的心要出于诚心，出于心灵跟诚实。什么心灵？出于你的心理，用你的 spiritual 跟 truth， 你来敬拜上帝是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律法本身啊，是要叫我们有公义、有怜悯、有慈爱、有信实。我们有某个上市公司叫信实公司，那个公司很好。上帝要给我们的律法是希望我们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上帝甚至叫我们说，我们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我宁愿公义如滔滔江水，而不是那种假的。你们祭祀我，也不接纳你们的祭祀，你们那奉献，你们做了一堆坏事，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我们要宗教改革？天主教说，只要你有拿钱来买赎罪券，你的罪就得赦，可能吗？那有钱人都会上天堂，那没有钱人就下地狱啊！你这个还叫基督教？所以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讲到都讲基督？基督教不讲基督，讲什么？奇怪的，我就觉得为什么都有这种言论出来？但是就是确实有，尤其我最近就上半年比较有空，我就一直听人家在讲到，我们在听他讲到时候，我有时候自己会觉得笑出来。为什么基督教不能讲基督？因为得救的途径不见得基督。真的某个人有讲哦，而且这个人是神学院的教授，在大礼拜的时候讲的哦，愣住了。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途径，没有第二条路。我在这里讲得很确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耶稣基督讲说：“我是真理、生命、是道路，是唯一的一条路，靠别的啊。”那我们在这礼拜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些人因为耶稣基督将泯恩仇，将我们这些冤仇全部泯掉，因为他让打破这中间隔断的墙啊，让我们这些律法本来律法是好的，可是加律法好多的渣男，这些律法的墙，耶稣帮我们打破掉，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跟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打破律法的墙，来拥抱恩典的爱，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节里面已经到后段了，耶稣讲的我们都很清楚啊。那个儿子在田里面，表示这个儿子是个雇工心态啊，每天都很，就是在田里面很辛苦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儿子可能也有一种形式化，爸爸，我去田里工作了，就去到那边了，在那摸鱼也不一定。上班，所以去上班的人不见得是认真上班呢。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如果传出去也就算了，无所谓。我这个月结的比某个委员，高升的那个委员，6年结的还多。一人结不到1件啊，我光这个月就结了30件啊。但是相对的，为什么？
一个基督徒基本的行为啊，你基督徒你要跟人讲是你基督徒，你最起码要做的工作都比别人多一点啊。所以我在今天我现在这里很公开的讲，我也不怕你们去查，我办案的量比第2名的还多40件，其他我就不讲了。那40件比那最后1名的那个还多得多，还多了好几倍。但相对的，他在田里面。他真的有认真工作吗？突然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听到怎么有声音？哇，大家好像在唱歌跳舞声音，就赶快叫一个人来，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有那种声音？那他说因为你的弟弟回来，我弟弟回来，我爸爸还设宴款待他，就非常生气。各位，圣经讲到什么？生气到什么地步？不肯进去。兄弟，我不爱给你做礼拜。我们经常听这句话。兄弟对我不好，我不给你做礼拜。我从小时候就听这句话，都觉得好难过。兄弟啊，是安怎我做这个生意袂趁钱，唔给你做礼拜，等后你我趁钱，我倒来做礼拜。我怕他欠你，刚才去买什么去噻？买威力彩，听我1万6亿，兄弟，你定爱我中奖，我给你保证，我摕1成就好，9成我拢给你奉献。我告诉你，绝对够估了，不要去买了，你来奉献好了，反而是比较有实力。所以他就对他父亲说，父亲就出来劝他，买啦，你买啦，老伯啊，我服侍你那么多年呢，我世军啊一样哦，我都是 Costco 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的，你竟然你这个后生啦。所以有时候讲话有时候我们讲话错他中医有没有？就是好像在侮辱人家。你讲的蔡崇义蔡啊崇义啊，就是表示对你很不满呐、很那个啊。你这个好，你这个儿子啊，这你竟然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你连宰一只小山羊给我的朋友一起吃都没有，你这个儿子啊，你这个儿子，那个农主啊，那个鸟尾仔囝，钱给你开的得来，你竟然还跟他设宴款待，老伯啊，你这么不公平啊！我建辉难得从高雄回来，你就去吃饭，然后呢？政委就说：“那我为什么也是从山下那么远回来？你为什么妈妈你没有请我去吃饭呢？”建委偶尔回来一次，不一样。所以相对的，所以夫妻就对他说：“你常与我同在呀，那就是恩典呐！你跟上帝同在就是这么多恩典。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这个世界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大儿子什么？我们大儿子上去故宫的心态呀，就像那个我刚开始讲的那个文耀一样，我就是很认真啊，我就照规矩，我这样做啊，我就一定得到爸爸的喜欢，所以我一定要考到第1名啊，爸爸就喜欢。那这样的话那我爸爸妈妈一定非常不喜欢我，因为我从小学成绩就很差，到高中才慢慢改进。当然啦，我也不否认啊，就是成绩差有一个好处，没有人管我到底考几分，所以我可以每天下课就去玩，我也不必补习，所以我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国小跟初中。以前我们叫初中过得非常快乐。到高中的时候，到高3才发觉到说有联考，所以才开始念书。就上帝也很祝福我了，终于把我带到中兴法商学院这边来，让我来认识中兴教会。好，相对的，我们有自以为意啊！我很认真呢，我很守规矩呢，老伯啊，你有听到没有？我很守规矩呢。你对我怎么这个样子？啊，再撩我一下，你的这个儿子，积累了，啊，再撩我一下，啊，你怎么对他那么好？他把你的财产都败光了，你还对他那么好？我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上帝呀！我1个礼拜72次啊，我都有1/4的奉献啊！我多好，都站在街头里面这样祷告了。然后那个水里旁边，主啊，对不起，我实在很不堪。法利赛人好高傲，好高尚啊，税吏的好卑微哦。上帝喜欢税吏耶。
他是真心的祷告所以不要自以为意啊！而且什么嫉妒，其实我们最怕的是嫉妒。我当了50年公务员，尤其最后20年都当首长，其实到最后我发觉到说，这种嫉妒真的是害死人啊！政坛里面的为了嫉妒啊，现在是中年游事件，对不对？你看看骂来骂去，那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心中各有一把尺，可是你的尺跟我的尺就不一样的尺，很奇怪。同样一件事情，每个人的尺就不一样。我把那些资料调完以后，我告诉各位，现在报纸还没出来，我们有立案调查。但是查得完吗？跟你保证查不完，年底快到了。可是我们最希望把资料调来给下一批，如果还有监察院的，如果还有的话，给他们继续调查。那个资料调来很多，调来非常多。那甚至调他们政治现金，甚至调他们那个中年游子的公司的3大公司的董事，在整个批发出来下来以后那天我在跟我太太开玩笑。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标，几乎满船中标。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去问谭敦慈，然后老师说：“哎呀，这以前就有了，只要温度超过120度，就会有叫什么 VVP 还是什么的字，我还认不太出来。”他说：“所以你们就是反正是只要油温不高就好，所以会脱口而出说不要吃炸鸡不要吃炸鸡的话，又有很多人会觉得很痛苦。”炸鸡不吃的话，生活还有意义可言。那他也讲说，没关系，你就多样性。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讲，什么都不能去外面吃。我说不会啦，多样性就好，多样性就好。所以相对的，本来我们跟你跟好像是雇佣的合约，什么事情你为要做，你为了参加什么不可，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们怎么样，那都是雇佣。上帝恩典，你来服侍这种恩典呢？因为吹上风是自己原理来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强迫你？刀子架着你，你没有来吹上风，我就杀你。等一下我告诉你你没有来敬拜赞美明天零用钱都不给你。没有人强迫你来，就是很高兴啊！上帝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服侍的机会，那是恩典。我们来唱圣歌队是恩典，红珠队对不对？对。虽然你的那个香内容没有穿在外面的。相对这是恩典呢。礼拜6就要来，为什么你们不来？只有我们圣歌队员来。你们比人家更幸福，你们可以多来一次。所以相对的，我们不要去四处去评乱了，我们要包容啊！你这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多坏，多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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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包容他。哎呦，他终于这样子回来了哎呦，爸爸，我也替你高兴啊！我多一个弟弟，我弟弟终于迷失了，弟弟终于回来。我们很喜欢去论断的，不行啊，你这个不行啊，你看那个我奉献都比你多。我告诉你，讲这句话的话，上帝一定想说，我不认识你，你奉献多少跟我都没关系。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苦毒的怒气，我们要把它把它放掉，要去做恩典的宴席。我们要真的知道浪子的故事里面，您说谁是浪子？如果我们没有讲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答案很清晰，说：小儿子是浪子嘛，对不对？浪子回头的故事就讲小儿子嘛，对不对？那大儿子是不是浪子啊？大儿子是不是浪子？你看都不太敢应大儿子是浪子，大儿子是浪子。是什么叫浪子？他的心门自己关闭了，他在外面根本没有进到神的恩典，那也不是浪子吗？但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吗？没有，所以他是浪子啊。所以我们都讲说浪子回头故事讲的浪子，就是一定是小儿子。如果现在我在讲说大儿子也是浪子的话，一定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骂我。可是我还是要讲啊，因为我读圣经的体会就是这个样子，圣灵很清楚告诉我，都是浪子。在座的尤其我，你就是浪子啊！你有真的回到神的恩典吗？第二个拥抱恩典的爱里面，耶稣开始为什么讲这3个比喻？讲一个迷羊的那个迷羊等于99只羊，去找一只羊；又讲那个前调的失圈的比喻，最后再讲这个浪子的比喻，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跟一些税吏跟罪人在一起，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看得很不舒服啊，这是不洁的
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是拉比耶，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耶稣就讲这3个比喻，跟他们讲：浪子是反而失而复得，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找到迷羊，好高兴；找到钱，好高兴；浪子回来，好高兴。这上帝的高兴。所以我们在讲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你看大儿子的埋怨是什么？哎呦，我这么守规矩啊！你看，我这服侍你这么多年呐、你怎么从来就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是应该的啦，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可是他觉得说，你看，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你看我没有享受，你从来没有连一只小山羊给我的朋友一起快乐都没有。你看这个败家子，你看应该讲说我这个弟弟回来，没有讲弟弟哦，你的这个儿子讲，恭喜各位听，这里败家子回来，你那么高兴，这个却得到庆祝，你为他宰了牛羊。所以我们经常大儿子很生气，生气到什么不想进去。所以我们经常是故宫化。我们在做礼拜弹琴哦，轮到我弹琴啊，这是故宫，我来弹琴。哎呀，这个又轮到我弹琴了，不得已了；又到我教主日学啊，不得已我去教，因为他很高兴哎。我们中心教会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很大的骄傲。古林教会只有一个人会弹琴，叫做我妈妈，所以她每次弹琴就努力，跟我爸爸一样，就圣诗只能弹单音啊，其他都努力，没有人会弹琴啊。中心教会弹琴还要排队呢。他这么好，你看，今天我们在那个礼拜之前，我们教化老师帮我们弹琴，还有升 key 耶，升 key， 这一个意念能够升 key出来弹的，你就觉得很美，你的心就会全部沉静下来，就在神的恩典之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默祷？就是让我们整个心进入到神的恩典之中，所以我们的心灵有匮乏。因为那个儿子虽然每天在神的恩典跟他父亲住在一起，他拥有的都是他的。你想想看，小儿子已经把他分走了呢，剩下的都是大儿子的呢。大儿子以前在犹太律法可以得到3份呢，也就是小儿子拿走1/3，他有2/3哎。只要他爸不在，这是他的财产呢。当然，他跟你讲说，都是我的财产，为什么要宰羊牵我的弟弟？但相对的，这多大的财产你应该要满足呢？他有没有？他看不见，他已经拥有的。我们现在看不对，神在我们身上。我这段时间有这几年的，有时候心里很痛苦的时候，突然有时候一道亮光会照着我，尤其在清晨的时候，我起来灵修，神告诉我说：“恩典难道还不够吗？”你去打听看看，那些记者讲到蔡崇义都很羡慕。只要讲到蔡崇义，只要稍微有蔡崇义的消息，都是上新闻。所以我从来不跟记者接触，可是经常会看到蔡崇义的新闻。很多人都为什么经常都是你的新闻？我又不是我自己要的。相对的，兄弟的陌生化，你这个儿子啊，哎呦，我的弟弟回来了，你这个儿子啊。所以相对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要到父亲出来劝你，上帝告诉我们：回家吧，我张开双臂在拥抱着你们。但是你有回家吗？他父亲跟你讲说：你常与我同在，这就恩典呢。我们来做礼拜，在上帝的家就是恩典呐，有什么好计较？今天坐的位置啊，我为什么坐到第一排？我坐到后面的话，我也可以打瞌睡。坐在这里啊，一打瞌睡，蔡长老都看得到。第2排的话，大概就看不太清楚；第3排更不清楚。第3排以下都可以打瞌睡，没关系。但相对的，我们不要去计较这一些啦，因为他会去跟他讲说：我所有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给你。上帝也跟你讲说：我所有的都给你，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可是你这个儿子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怎么样？要庆祝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2个时间关系，我也没有讲很多。有2个比喻里面，一个是大筵席的比喻，就是说有个人，人家问耶稣天国，耶稣就跟他讲说：有一个人要请客啊，就是请他说：我忙啊，我刚买了1头牛，我刚娶了媳妇啊，我都很忙，我不能来。有时候出去外面，你去找，所有的人都把他拉进来。能够请客的就请客，我们有这个恩典，可以每天来敬拜每个礼拜来敬拜上帝，每天可以跟上帝亲密接触，
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珍惜这些恩典。还有一个题是就是那个国王的婚宴，国王他要娶媳妇，他的儿子要结婚啊，结果他就请那些有权贵的王公贵族，竟然把他仆人杀掉，国王很生气，灭了他们以后，就说你出去外面找所有的人都把他拉进来。第一次他都还不满足，再其他一堆人进来，但是有的人啊，国王请客呢。然后就穿得没有穿礼服，就穿得很阿扎的就进来，很随便，穿个拖鞋，穿个赤个脚啊就进来，结果国王就把那个人就抓出去了。这个人家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上帝邀你们来参加宴席，你们不来，你们得不到。然后在国王的宴席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被召的人少，我们要召你进来，你还不来，所以被召的人很少。最后。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也不算故事，就真正的事情发生是什么？行淫的妇人，很熟嘛？不讲大家都很熟嘛？可是我发觉到说，这个故事讲的太多也没有用，因为大家都用道德的制高点在指摘别人。你看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他，没有行淫管他，石头先打再说。我们经常有这种心态，先用石头去打人。现在妇人所看到什么？有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了陷害耶稣啊，就带了一名注意听哈，一名一个人，几雷行淫的妇人就带到耶稣面前说：“来来来，耶稣啊，你看应该怎么处罚他？你知道当初在那个我们的利未记20章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奸夫淫妇2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呢。注意听哈，奸夫淫妇。”可是上面讲什么？他带了一名行淫的妇人。这法利赛人真的是我觉得很刁钻，搞不好另外一个人就是法利赛人也不一定。反正这女的再带过来，打死他啊，男的嘞。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啊。但相对的，他们要陷害耶稣嘞？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法律里面，如果耶稣说他们没照摩西的律法把他打死啊。照罗马的律法不能施行动用施行的，耶稣就犯罪了呢，犯罗马的法律的罪。可是如果耶稣没有把他打死，他又犯了摩西的罪，所以就让耶稣为难嘛。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就筑了一道律法的墙，自以为意。你看他们在行淫不对，用石头把他打死，筑了一道律法的墙。相对耶稣是用恩典的爱。把它化解掉，约是在地上。有人说画圆圈，有人说在写字，画。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觉得自己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为什么没有人敢拿石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人人都有罪嘛。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开始，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最起码有原罪。谁没有罪？大家一听，彼此摸了，就一个一个走开。耶稣头抬起来，没有人丢石头，那我也不处罚你。但是记住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不要再犯罪了。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悔改，不要再犯罪。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恩典是胜过律法的。恩典是胜过律法，恩典是包容在律法之内。我们要打破律法的墙，让里面的恩典的爱充满在我们。所以相对的，耶稣用恩典将这个律法的墙彻底的打破。所以相对的，恩典是把我们从罪的奴仆解放出来。耶稣是挽回祭，耶稣一次的献祭，成就我们所有的救赎。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后来讲。浪子回头比喻有没有结局？刀子进去了没有？圣经看仔细一点好不好？刀子进去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啊！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啊。要让我们自己讲，其实相对的，我们经常自己在做判断。耶稣要让你自己判断，其实所有的耶稣。上帝给我们都有自由的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今天来做礼拜，你可以选择今天不来做礼拜。今天我们才觉来做礼拜，选择在今天做礼拜，上帝一定加倍祝福他。为什么？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还是以能够做礼拜为荣。
所以我每次看到郑长老量，哦，我每次为什么都那么高兴？其实我不敢跟他比啦。郑长老的正能量我都不敢跟他比，我每次都跟桂香讲说，如果看到郑长老量，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惭愧，跟他们比起来真的差很多。可是他们每次来做礼拜就很高兴，虽然身体可能是身体很多的病，可是他们来做礼拜就是很高兴。我们看到那个林牧师娘哈，你不要小看他脚还在痛，现在还痛不痛？还痛，可他还是来做礼拜，而且是走路来的呢。他的先生那个我们最引导一天没有背他呢。林牧师没有背他来，但相对的，他还是来做礼拜，这都是令人很感动、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法利赛人文士听得懂吗？你们听得懂了吗？这个比喻，那样子的比喻，哎，你们好像听懂。那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其实我们很简单的讲，耶稣用比喻的原因，是因为用比喻的好处是心胸敞开的人，他听得进去。听过像芥菜种？听过就像那个撒种子的人，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荆棘，有的撒在硬土，那撒在肥沃土地的人，那种子就加倍。那有马太谢用的5000的、2000的、1000的，耶稣说了很多的比喻，最主要心胸打开的人，你听得懂耶稣讲什么？可那些法利赛人心里硬，他根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也有好处啦，听不进去他就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就不会把耶稣抓去定罪。那时候耶稣怕死，不是时还未到，时还未到。耶稣现在就被抓去的话，就不能成就上帝所定的时间呐、他要传道3年呐、所以等3年以后，耶稣你看，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到越是越讲。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不要讲啊，一边的不要讲出去，不要讲出去，不要讲出去，到最后都讲了，开始讲天国怎么样，天国怎么样啊，人只会被抓，3日复活。耶稣越讲越明白，因为很多的事情很重要的是你听懂了吗？更重要的是最后的你是否愿意走出律法的墙来拥抱恩典的爱。你也不要做离群的迷羊啊，你应该听从天父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来参加天国的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不要自以为意，像大儿子一样。我们应该在你的恩典的爱中来享受主你伸开双臂的拥抱。每个人，我们心中不要自己有成见，因为来这里做礼拜跟主亲近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任何劳苦重担都交托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会让你得到自由，让你得到恩典，让你得到平安，让你得到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长了真好的信息甲勉励啊！这是咱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诗而乐。圣诗第322首，我情哪有失迷？咱来吟第1节、第4节，请咱起立。无家的城。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咱游员徛咧，咱来吟上迎圣诗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请蔡长老为咱祝祷。阿门。愿我们走出律法的墙，来拥抱恩典的爱，让我们每个人在主的心目中都能够得到那种天父慈爱的怀抱。我们得到最后所祈祷母强母亲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未改变的疼痛，圣神的充满相通班长，今日三角作为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数。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报告，下主日圣港的论节，请咱家己来看。咱奉献的部分，然后有出日，咱来请找会计来更正。消息报告的部分，咱今仔也有小组的分享吼。过来咱迄个8月16吼。咱有举办专教会趣味运动会吼，要伫咱的迄个合甘街吼河江街松花区民活动中心那边吼。那为了准备点心跟分组吼，那请我们在8月8号前报名。这个补充报告就是咱妇女甲夫妇团契，咱下主日的聚会，7月26号，咱中昼1点，咱要邀请迄个
侯宪明长老吼来跟咱分享身心灵的保养专题吼，啊，咱请会当会议会当来留时间来参加吼。这是咱要台岛的时间吼，啊，咱请蔡长来为咱来主持。咱一礼拜一遍伫圣殿的中间，当然敬拜上帝是无所不在。只要人两三人奉主的名出集，上帝就伫中间。咱每一人个人有咱的灵修，主要所基督常常嘛在一个较别房的所在，到没有人群的地方去祷告。但相对的，我们到神的家里面的祷告是神特别的祝福。我们首先，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说每个人在你家里面前都得到神。求主你怜悯着他们，是我们怜悯我们的家人，主你知道。亲爱的阿爸父神，中间教会是神你所赐地上天国的大家庭，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那我们这里的小家庭里面有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的祷告，求主你垂听，让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能够承蒙主你的悦纳。我们现在要为着彩云姐，今天她要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我们为了柯秀月姐妹，我们为了社区班的王秀英姐妹，我们为了朱老师的先生吴永芳先生，我们为了许淑清长老的先生专清生弟兄，还有我们所敬爱的骆元生执事，还有我们的林牧师娘，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请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代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彩云姐来我们这边，来圣殿里面做礼拜，跟主你一起亲近。求你照顾她，特别眷顾着她，也照顾她的家人。求你照顾柯秀月姐妹，让她身体得到主你的照顾，让她完完全全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我们的社区班的王秀英姐妹祷告，求主你怜悯安慰着他，求你照顾着吴永芳弟兄，他的身体有些肾不太舒服。我们相信神，你的大能会帮助着他。我们也为许翠英长老的先生专清生弟兄来祷告，他现在仍然需要靠喂食，需要静养之中。求主你保守着他，也求你照顾若元生执事，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照顾我们的敬爱的林牧师娘，他的脚一直不是那么的舒服。我们相信神，你的大能会照顾，也求求你照顾我们不知道提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用慈爱的双手抚摸着他们的心灵，照顾他们的身体，让他们身心灵都有主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相信我们众人的祷告，主耶稣你会垂听，上帝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得到胜利。只要合乎主你旨意的，求主你成全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安尼即时咱请圣乐队为咱唱祝福的歌，咱来领受圣乐队因的祝福。咱即是咱三个行平安礼。